后来即届选立委，离台中的政坛化水会坚重的颜家的代表颜宽恒，输予台湾基进党的陈碧维。另外，离婚林的政坛真有势力的张英美的家族的代表张家军，就算有县长阿姑张丽仙的助攻，嘛是输予民进党的苏治芬。这个中部有海线势力的颜家，甲有农业势力的张家，两大家族离即届的选举受重伤。外界嘛咧推测，这个地方派系伫选后可能会重新来洗牌。今年第一选区，民进党苏治芬甲国民党的张家军，虽然张家军最后输啊，但是这是不是代表分林张家地方派系势力从此瓦解呢？太细的话，因为这样子就倒下了，我并不用。可能大家可以对台中县可能可以比较乐观一点，但是在云林县的话是绝对没有乐观的权利。就算张家军有县长哥哥张丽仙的助攻，也是以将近8000票落败。不过，分林张英美的家族伫地方派系深耕多年，尤其甲农渔水利会关系密切，伫以农业为主的分林县，依然有一定的影响力。我想这是一个中北效应，然后那大海啸过了以后呢，大家回归理性，回归智慧判断哈，他们会觉得说，还是哈，我想张家了哈，张家绝对让乡亲是肯定的哈。陈碧维当选啊！另外，伫选情无知名度的台湾基进陈碧维，这次空降台中，靠着网络抗战，以5000票之差拍败国民党颜宽恒，拍碎颜家伫台中政坛20党的不败团队。国民党虽然伫选前红乌派大团结，但是颜家甲切拿切割，嘛流失部分的选票。有人输的也可能当官哦，偌有钱迄是因兜的代志啦。虽然外界推测选后地方派系可能会重新洗牌，不过张家依然掌握地方派系，颜家伫地方宗教事务无人会当比，所来出现什么款的政治势力呢？各界拢在观察。